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8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50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54天。1月5号乌军对库尔斯克发动大规模的反攻或者叫进攻这已经一天过去了，有越来越多的视频流传出来。乌军也发布了更多在库尔斯克进攻的这种信息。视频和图片这些信息显示乌军进攻顺利，第一天推进8公里，突破后就是势如破竹第二天推进数十公里，因为俄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此前俄罗斯宣称有9万俄军在库尔斯克，包括1万多朝鲜的士兵，而乌军进攻部队也只有不到5万人，但是因为乌军的装备更加先进主要靠无人机，靠这种豹2还有挑战者埃布拉姆斯这些先进的坦克重装甲，打得俄军丢盔弃甲，一败涂地我想大家恐怕也看了很多视频什么乌军用那个装甲车去碾压俄军士兵，在雪地里压完一个要招下一个目标，也非常惨，这个战场很惨烈。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他在前2天对全国例行的视频讲话中他强调了乌军坚守库尔斯克战场的重要意义。泽连斯基说过去5个月来，乌军一直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维持缓冲区，在该地区给敌人造成超过 3.8 万俄军伤亡，其中包括 1.5 万俄军当场死亡。泽连斯基说最重要的是库尔斯克战场拖住了大量俄军兵力和装备，使得他们无法将这些资源调到其他战场，包括顿涅茨克地区、苏梅边境、哈尔科夫边境或者是扎波罗热。根据这个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2024年12月可能是俄罗斯战争代价最高的一个月。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共造成448,670人伤亡。2024年11月，俄罗斯伤亡人数为45680人。12月是俄罗斯军队月度总损失连续第6个月增加，说12月俄罗斯军队的平均日损失也创下了月度新高，平均每月损失率为每天是1570人，这是俄罗斯军队连续第5个月遭受的新的战争平均每日损失。这个大家也理解因为地保老人要求俄军是要在2024年年底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后来也改成1月20号要将乌军彻底的赶出库尔斯克，所以他们只能这硬着头皮进行人肉冲锋所以伤亡加大。这下好了，不仅没将乌军赶走，还招来了更多的乌军在库尔斯克反而还要大打出手。这一下可以说俄罗斯人傻了，因为你这个时候要去把乌军赶走你需要动员更多的人。现在俄军从哪儿找人呢？这个乌军的特种部队在库尔斯克消灭了一批朝鲜军人，从这些军人的这个衣服里面搜到了一些证件、对讲机、手机，甚至还搜到了一封入党申请书。这个苏系的国家或者是受苏联影响的这些国家都有这个传统，对吧？上战场前写这些申请书。根据俄罗斯方面的判断俄军认为这次乌军的库尔斯克反攻很有可能是假动作，就是佯攻理由是什么呢？说乌军在切尔尼科夫方向、哈尔科夫方向的预备队还在按兵不动。什么意思也就是等到俄军的主力部队赶到库尔斯克的时候，那么乌军很有可能在别的地方又给他来一下，布良斯克、比尔格莱德都有可能。所以这个俄军既要去库尔斯克救火又要防止乌军在其他地方突破，所以说难这个乌军的总司令希尔斯基他在与这个高级军官举行会议后称他说2024年12月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击中了超过 5.4 万个敌方目标，其中神风无人机战果占 49%。 希尔斯基补充说第46空中机动旅、第57摩托化步兵旅、第28机械化旅、第35海军陆战旅和第3突击旅无人机系统表现最佳。希尔斯基说无人机的使用在前线呈上升趋势。同时希尔斯基也承认说俄罗斯增加了光纤攻击无人机的使用，这对移动中的军事装备构成了威胁，也就是那个无人机后面带一根线这个让无人机就可以避免这个电子干扰，这个对乌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希尔斯基保证
证乌克兰不会停止不前，也已开始使用光纤 FPV 无人机。这个我在想啊，这个也够乱的啊，每个无人机屁股后面带根绳子，虽然很细，但是大家也考虑到啊，这个在战场上双方的无人机非常多，就像放风筝一样，那风筝一多，而且他们是乱飞啊，对吧？放风筝它是一个方向，风是一个方向，那无人机它可是乱飞啊，那每个人后面都拖着一根绳子，那不全搅成一团了吗？乌克兰的无人机、俄罗斯的无人机，甚至他们自己的无人机互相搅成一团了啊！不知道他们怎么解决啊？这个乌克兰人啊，非常有创新啊！乌克兰人用那个无人艇呢，叫海洋宝贝，装那个高爆炸弹，已经把这个俄罗斯的黑海军队啊打得找不着北了。黑海军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导致啊乌军的这个叫无人艇部队叫寂寞无对手，没事干。结果啊，这帮人想出了新花样，也不能闲着，就是这个乌军啊，他把这个海洋宝贝无人艇啊改装了。他先是啊在这个无人艇上携带一枚导弹，还有导弹发射架啊，结果一出手啊就击落了克里米亚黑海啊上空2架俄军的米8直升机，击伤1架。就这个啊，这个乌克兰他没有停着，他把无人机又改成啊这个海洋宝贝无人艇呢，他又改成一个无人机航母，这是花样翻新啊，变着花样的。乌克兰无人水面舰艇向俄罗斯海岸防空系统发射了无人机，在这次行动中，2架铠甲 S1和1架 9K33 黄蜂被击中。也就是说啊，它这海洋宝贝无人艇本来只能靠撞自杀式攻击，一撞没了，现在已经变成它可以主动不是通过撞，通过发射导弹或者发射无人机去攻击啊这个陆地上的目标，还有空中的目标。所以你说啊，这个乌克兰的无人艇部队啊，这真是长能耐啊！就在同一天，乌军南部集团还报告称摧毁了俄军2套 S300 远程防空系统，但没有透露具体信息，包括这2套 S300 防空系统具体位置以及如何摧毁它们的。根据这个媒体报道啊，这乌克兰人呢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就是乌克兰的飞行员在一次战斗任务中，就他1架飞机啊击落6枚俄罗斯导弹，打破世界纪录。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24年12月13号，这个俄罗斯啊向乌克兰发射了大规模的这个空中袭击啊，也是导弹和无人机。空军司令部公共关系负责人尤里·伊赫纳特说啊，根据客观控制的结果，我们100%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一架美国 F-16战斗机在一次防空战斗中击落了6枚巡航导弹，其中2枚是用机炮击落的，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且是乌克兰人做到了这一点。该飞行员使用了4枚空对空导弹和1门航炮，说明这个乌克兰人啊，可以说是越打越强啊。同样的啊，这俄罗斯人现在是越来越紧张，担心这个乌军啊要突袭克里米亚，要轰炸克里米亚大桥。根据媒体报道啊，叫陆军识别网报道啊，他说俄罗斯将部署多达12个 S500发射器保护克里米亚大桥。俄罗斯军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于去年12月底宣布组建第一批 S500防空导弹团，该系统将被派去保护克里米亚大桥。你看看，把最先进的 S500宇宙最强啊这个防空系统部署在克里米亚大桥，叫克赤式，专门用来保护克里米亚大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到底这个 S500是不是宇宙最强？看看能不能经得住这个乌军的打击啊？恐怕啊很快就有这个实战这个案例。有媒体报道啊说乌军啊对俄指挥系统的打击，致使俄部分前线指挥效率下降20%，说军工系统遭袭也影响显著，部分军工企业产能降低15%，武器装备供应节奏有所放缓。这个乌军啊，确实他们不仅有这个精确打击能力，最主要的他们是有这个情报搜集能力。这些前线的俄罗斯指挥官啊，刚聚集到一起开会，这个情报就被乌克兰人掌握了，然后海马斯啊就上门拜访，然后一锅端。这种事情呢不计其数，就非常多。1月7号啊，一次高精度袭击针对了位于库尔斯克州别拉亚地区的第810近海，就是近卫海军步兵旅的指挥所。这是过去2周内第2次成功袭击库尔斯克俄罗斯指挥部。我记得啊，这个810旅啊，它的指挥所2周前被打击过一次，这又被打击。你说这个俄罗斯的810旅也是悲催啊！这个是乌克兰总参谋部报道的。由于这个俄罗斯的黑海军队啊，现在已经不敢露头，不知道龟缩在哪儿，已经失去了对黑海的控制权。所以说啊，这个乌克兰啊，现在可以说在黑海上面是畅通无阻啊。乌克兰打算吸引外国投资绿色能源和在黑海开采石油。
油。根据乌克兰的通讯社报道啊，说1月5日星期日，泽连斯基在接受弗里德曼采访时称啊，乌克兰需要外国投资者来发展绿色能源。我相信我们可以开采石油、天然气、绿色能源，尤其是太阳能。我们已经拥有资源可以进行投资，我们在黑海有石油储藏，我们可以开发，我们可以需要你们的能力。你看看，这乌克兰人已经准备在黑海开采石油了。我记得这个开战之初啊，这个黑海上面有很多钻井平台，有些是乌克兰的，好像有些是俄罗斯的，但后来都被俄罗斯占了，把它改成那个叫什么雷达这个站点，改成一个监视的监控站点。然后这些这个平台啊，后来都被乌军啊用那个无人艇啊进行袭击，然后乌军又夺回去。现在因为黑海舰队已经下落不明啊，这乌克兰人要在黑海又重新开采石油。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这个捷克啊可以说是公开支持乌克兰，他跟那个斯洛伐克完全不一样。这捷克不仅啊成立了什么炮弹联盟，对吧？就负责给乌克兰啊在全世界收集这个155毫米的炮弹。更重要的是啊，这捷克居然还有公开允许啊捷克公民到乌克兰参加这个乌克兰的军队。说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总共有109名捷克公民申请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捷克总统帕维尔批准了40人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其中包括3名女性。也就是说啊，申请加入乌克兰军队的捷克公民很多。这个总统帕维尔根据实际情况批准了40个人加入乌克兰军队，这是国家许可的。你不像啊，在俄罗斯的这些外国的雇佣军呢，你比如有黄俄参加，还有尼泊尔的，还有印度人，还有非洲的，那些都是他们自己国家所不允许，是他们私自跑到俄罗斯参加雇佣军。你看人家这个捷克，对吧？就直接大大方方的批准，国家认可你去参加乌克兰的军队。捷克总统帕维尔总计批准了60名捷克公民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就是总统批准了60名。那你想想，恐怕还很多人没有批准，就直接就去了，这恐怕更多啊。这个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一份报告显示啊，说自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及其盟国以及各个国际组织和个人已向乌克兰提供了约3000亿美元的援助。报告指出啊，美国在提供援助的数量上排名第1，德国排名第2。德国计划继续支持乌克兰。这个波兰外长又对俄乌局势啊发表看法，表明波兰的态度。1月6日，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啊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说恢复俄乌国际公认边界是解决当前危机的佳方案。你看看啊，这个欧洲啊、北约啊这些国家现在是纷纷亮明自己的态度，说来说去就是反对乌克兰土地混合。大家还记得吧？前不久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吧？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了，跟这个波兰外长说法是一样，也就是俄罗斯军队要撤出乌克兰领土，乌东4个州、克里米亚都是乌克兰。这个埃尔多安还说啊，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仅是对吧？这是什么土耳其的态度，也是什么国际法、国际公约所要求的。这个埃尔多安还说啊，如果在俄罗斯的逼迫之下，乌克兰以领土换和平，双方达成这个停火协议，但是土耳其会认为双方仍处于交战状态。只要双方仍处于交战状态，那么土耳其就不开放它的领海、领空用来运输啊俄罗斯的物资，也就是俄罗斯的天然气，你甭想从土耳其过；俄罗斯的军舰，你别想从那博士普鲁士海峡进出那个黑海。这个欧洲的态度基本上已经很明确啊。马克龙昨天说啊，不可能让俄罗斯啊在乌克兰得逞。根据这个俄罗斯媒体报道啊，他说周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民主党国会议员招待会上回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相识超过47年，见过很多次。大家看视频啊。I've known Putin for over 47 years, met with him many times. I remember when I met with him in the off period between the time that we were elected and before we were sworn in. Or just after we were sworn, actually before we were sworn. No, that's true. Just after we were sworn in early February. And I wanted to talk about reestablish arms control and dealing with nuclear weapons. And he started to talk about how Russia had changed and so on and so forth. And he talked about he has 8 time zones. I said, yeah, 8 time zones around the Arctic Circle. 这个拜登最后啊，他回顾了1月6号重要意义，提醒人们注意认证自由公正选举结果的重要性，并回顾了4年前国会大厦袭击事件。这个拜登也很有意思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哪个尴尬就提哪个。1月6号，美国应该是参议院吧，
就是议长那个叫哈里斯啊，他不是总统候选人吗？他不是竞选失败了吗？但是他又是参议院的议长、副总统，由他来认证选举结果，承认特朗普胜选，这就双方都没话说了。拜登说，你看这个才叫是和平交际，大家心服口服。4年前，对吧？拜登我选举胜利了，但是对吧，闹出了一处国会大厦袭击事件，那意思就是特朗普啊输了不认账，耍赖皮，是不是这个就寒碜特朗普，哪壶不开提哪壶，对吧？你看看我们民主党愿赌服输啊，输了就是输了。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啊刊文称啊，他说欧洲国家应该保持警惕，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单选总统特朗普正在威胁北约国家，俄罗斯和美国威胁欧洲国家安全。普京尖锐的言论被视为危险，特朗普则有其冷漠的态度。由此可见，一场安全危机正笼罩着欧洲。特朗普不仅可能减少北约援助，甚至可能会退出该联盟。又是路透社援引4名知情人士的话称啊，美国单选总统特朗普他的这个俄乌问题特使叫凯洛格啊，推迟对基辅和其他欧洲城市的访问，至少在特朗普1月20日就职之后，目前尚不清楚行程为何被推迟。那这就标志着特朗普啊说他一上任24小时之内就要停火，那这个计划就泡汤了。你总不能到了1月20号特朗普发个声明，你们必须停火，那双方不还得磋商吗？那磋商呢，你这个特朗普的特使那就得去乌克兰，就得去俄罗斯去斡旋呢。结果你看啊，特使凯洛格还没去基辅，更不要说去俄罗斯了。这种情况下还要把它推迟到1月20号之后再去，那就标志着啊这个团队啊已经不再践行啊他是24小时停火这个诺言了，已经放弃了。这个乌克兰现在啊一再坚持啊他这个停火的条件。昨天咱们说了，这泽连斯基说了，乌克兰达到了安全前提下可以停火。什么安全呢？实际上就是加入北约嘛，要么就是你美国、欧洲派军队在。1月7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叫谢尔盖列先科表示啊，他说乌克兰准备按照西德原则加入北约。乌克兰新闻社援引了他的话，宣布了该消息。列先科表示啊，现实情况是加入北约可能是西德模式。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政府不会控制他认为属于自己的国家的全部领土。这一模式意味着北大西洋联盟向其成员国提供的安全保证仅适用于乌克兰控制的领土。什么意思呢？这个泽连斯基以前就提过了啊，就是乌克兰政府啊，他目前实际控制的领土加入北约。那现在这个乌东4个州加克里米亚，因为乌克兰没有实际控制啊，这些地方先不加入北约，但是这些地方是俄罗斯的，是乌克兰的领土啊，这些地方通过谈判解决。这个做法啊，我认为对乌克兰来说啊还挺明智的，也就是把那些没有被俄军占领的，这个先送到这个保险箱里面。这些地方以后你俄罗斯啊你就不能打了，你不能攻击啊，因为这地方属于北约了。好了，然后乌克兰这加入北约的这些地区啊，人家就搞生产、搞武器，提高自己的军事能力、防御能力和进攻能力，然后在乌东4个州接着打呀，随时宣布开战，就在乌东4个州，还有克里米亚，总比现在好。现在因为俄罗斯他动不动用导弹炸基辅啊，炸那个什么利沃夫啊，炸乌克兰全境啊，现在你不敢炸了，你只能炸交战区，所以这个模式普京怎么可能同意呢？所以我觉得双方啊恐怕谈不拢，还是接着打。这个美国的记者科尔他说啊，如果美国单选总统特朗普未来政府啊向俄罗斯领导层提议将乌克兰加入北约推迟20年，而不是全面解决乌克兰冲突，那么这只会在莫斯科遭到嘲笑。许多人还说啊，我们将把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时间推迟20年，这太愚蠢了。如果他们带着这样的提议去，那么他们会在莫斯科遭到嘲笑。他们需要真正理解俄罗斯的立场，但目前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国内啊，俄罗斯国内现在是乱套了。首先是这个梅德韦杰夫啊越来越放肆。这个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啊，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他说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不仅蔑视普京，还蔑视俄罗斯人民。这个大概是泽连斯基在接受那个美国记者叫弗里德曼采访的时候啊，好像弗里德曼建议他讲俄语，你讲俄语啊，这样这个节目的冲击力效果会更好，大概这意思。然后泽连斯基是不屑，然后在那个节目里面，泽连斯基恐怕说了这个普京啊以及俄罗斯人民啊一些不好听的话，所以这个梅德韦杰夫啊又被刺激到了。他说啊，你不应该蔑视普京和全体俄罗斯人民。他说即便在2战的时候啊，那希特勒就纳粹分子，这个苏联啊在跟纳粹德国就是对抗反抗的时候啊，也没有因为对纳粹的仇恨而波及过普通民众。这个梅德韦杰夫要不说这个例子还好，他一举这个例子啊，这显然就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息啊，也就是你们这些人啊
啊，你要把普京和俄罗斯人民分开，那就相当于纳粹和普通德国人一样嘛，你要分开呀。我们当年苏联抗击这个德国纳粹，纳粹是纳粹啊，这个德国普通民众是普通民众，我们是分开的。合着你这泽连斯基啊，你把普京和俄罗斯普通人民放到一起骂，一起鄙视，你这个太过分，对吧？普京是普京，俄罗斯人民是俄罗斯人民，你看看梅德韦杰夫不就是这意思，对吧？说你要骂普京就骂普京，你骂俄罗斯人民干啥？所以你看啊，这个梅德韦杰夫说话是夹枪带棒的，都是句句不离普京啊，对吧？影射的就是对吧？冤有头债有主，对吧？你们找普京去，你找俄罗斯人民干啥？言下之意啊，梅德韦杰夫他认为是极少数俄罗斯人绑架了大部分俄罗斯人，发动了这场侵略战争，对吧？是被这些战争分子绑架，俄罗斯人民不是积极的参与者啊，顶多算是随波逐流的麻木不仁之辈。所以你们要清算的，要报仇的，那是极少数这个战争的头子罪犯，其他俄罗斯人也不会清洗这段罪恶经历的耻辱。不能不说啊，还是梅德韦杰夫高啊，实在是高，有水平，毕竟是当过总理又当过总统。这个俄罗斯国内啊，根据这个彭博社数据啊显示，他说俄罗斯海运石油创2023年8月份以来新低，自2024年10月份峰值下滑54万桶每天，降幅达25%，也就是俄罗斯石油出口现在是啊断崖式下跌。这就意味着俄罗斯的这个外汇收入啊是越来越少啊。这俄罗斯的飞机又出事了啊！根据俄罗斯紧急部门消息，当地时间1月7日，一架由俄罗斯圣彼得堡飞往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的波音737客机因技术故障紧急在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降落，机上载有173名乘客啊。这个不出我的预料啊，我在3年前就说了啊，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没多长时间我就说了，这个俄罗斯的民航是不能做。你看现在俄罗斯的民航恨不得几天就出一起事故啊，几天一起事故，原因很简单，就是他遭到了美西方的制裁，飞机的维修保养跟不上，这个飞机的安全就看维修保养。为什么说俄罗斯坚持不下去了呢？大家想象一下，就说民航这一块，如果再这么下去，俄罗斯的航空公司飞机都飞不了。俄罗斯领土那么大，没有飞机怎么办？坐火车吗？从圣彼得堡到海参崴恐怕坐10来天吧，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俄罗斯国土面积那么大，如果你不能及时的到达，那以后俄罗斯到处啊四分五裂，恐怕莫斯科啊都不知道，知道了也没脾气，因为你过不去啊。所以说地保老人啊是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特朗普赶紧上任，然后赶紧啊兑现他的诺言，24小时停火，好让他喘口气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